嘿，灵魂画手可不是当代人的专利。长征时期，红军战士就已经把纪实漫画作为宣传工具了。旧衣服、乱头发，这是真实的红军大哥，更是今天仅存的长征纪录片。这是陕北的萧华政委托人送来的，快看看。这是长征漫画，太珍贵了。1938年，中共地下党员阿英收到了这些陕北寄来的漫画照片。此时，国家正遭受着日本最残酷的侵略。阿英想，如果他们能早点在上海出版，一定会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刚复印2000册，阿英的书屋很快就被查抄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走！全部带走！西行漫画没有了再版的机会，但流传下来的画册带人们见证了那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行军。1931年，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面向全国的红色政权。很快，这支新生力量遭到了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代言人蒋介石的围剿。反观红军方面，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先是盲目攻打大城市，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了。为了保存实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撤离瑞金。参加红军前，黄震曾在上海学画，尽管有敌军追堵拦截，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在行军战斗间隙，他将途中所经历的事件用素描记录了下来。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经历的第1场恶战，红军突破4道封锁线。过江后，总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经过生死存亡的考验，在黄震笔下，除了惨痛的代价，更多的是希望的曙光。我建议要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改取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红军途经湖南怀化，谁也没想到，这个决定竟挽救了红军。在遵义，红军收获了一场大胜。开饭了，黄震笔下的俘虏们多得溢出了画框。这场胜利让很多人意识到毛泽东是对的，于是，一场纠正军事方针的会议就地举行。我的报告讲完了。讲完了。我们第5次反围剿出现这么大的错误，你的失败总结简直就是轻描淡写。我毛泽东有话呀，我老毛啊，可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啊。不同意。我同意。我总结博古同志的错误归纳起来有3个主义：第一，进攻时的冒险主义。我提议，为了扭转现在不利的局势，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同时取消李德、博古军事指挥权。大家没有异议的话，我宣布一下决议：一，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二，取消3人团，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历时3天的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等人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自己路线方针的问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红军成功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而这一切都在黄震的心里激流涌动，他把所见所闻都绘制成漫画。打倒巨神！一路上，红军战士打土豪、分田地，将政策刷标语，以自身严格的纪律，把革命真理传播到全国广大地区。为了获得彝族同胞的拥护和支持，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头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平等团结、反对压迫的民族政策感动了他们，一些彝族青年被小叶丹送入红军。这些漫画真实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25000里长征，黄震画了一路。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军队，他们用鲜血染红了长征的道路，在全国撒下了革命的火种。1936年10月，红2、红4方面军同红1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此后，中国共产党以陕北为根据，担负起了中国革命的新任务。400-500张画稿，最后只留下了25张。他们是历史的见证，曾鼓舞过无数年轻人，推动着中国革命走向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时代。